有啲人明明生活幾好，冇大病痛，冇咩挫折，物質條件甚至好過唔少人，但佢哋偏偏就成日鍾意放負，喐啲就話個心好攰，話生活好冇癮，覺得做人冇咩意思，長期陷喺低落空虛嘅狀態入面，會唔會你都係咁呢？睇返自己，從來冇經歷過咩重大打擊，冇咩病痛，經濟環境還可，更加冇遇過足以擊垮自己嘅難關。但就係咁，間唔中就會無端覺得成個人好空虛，提唔起勁，對乜事都冇興趣，淨係覺得做人好攰，好辛苦。要你講出咩事令到你咁，你又往往講唔出。但呢種無端心累、無端低落嘅狀態，身邊人大多數都理解唔到。佢哋只會覺得你生活安穩，冇遭遇過咩難關，根本冇資格唔開心，跟住就會講呢啲說話，只不過係你諗多咗啫。你個人太消極、太敏感，積極少少，樂觀啲就冇事。聽得多呢啲說話，再加上自己長期陷喺負面情緒入面，我哋慢慢都會自我懷疑，信以為真。潛意識就會認定自己天生鍾意放負，性格脆弱敏感，所以先會次次無端心情低落，成日唔開心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拿鐵閱讀室，我係鍾意飲拿鐵嘅室長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推翻呢個固有認知嘅真相，亦都係你的憂鬱是一種習慣呢本書最核心嘅觀點。我哋長期低落，內心空虛，持續心累，成日無端端唔開心，根本唔係天生性格問題，只係日積月累，不知不覺養成咗一套抑鬱嘅思維習慣。我哋呢種反覆低落、心累、空虛嘅狀態，大多只係長期累積嘅情緒慣性，唔係與生俱來嘅天性。呢種只係一套每日自動運行，唔使經過大腦思考嘅思維模式。就好似有人習慣坐低就翹腳，日日要飲杯檸茶一樣。只不過我哋練出嚟嘅思維模式係遇事自動消極，習慣自我否定，喐啲就心情低落呢個習慣。今日呢集就同大家拆解幾個困擾咗好多人嘅問題。明明生活一切順利，點解總係無緣無故心情低落？就算外在環境變好，內心都係唔開心。背後真正嘅原因係咩？最緊要係呢套積累幾十年嘅情緒壞習慣，究竟有咩實用方法可以搣走佢呢？嗰啲表面上生活一切正常，睇落比好多人都生活穩定、無風無浪嘅人，可能內心完全係另一個樣。佢哋唔知點解就好似俾層負能量包住，睇咩都好負面。好多人會將呢種狀態歸咎於情緒病、性格太玻璃心之類。但其實一開始就搞錯咗個核心問題，真正症結唔係人生有幾唔順，而係我哋大腦預設咗一套負面邏輯，永遠優先捕捉、放大身邊所有唔好嘅細節。作者朴尚美做咗好多年心理輔導，處理過無數個案之後，歸納出一個規律：大部分有長期輕度抑鬱嘅人，其實冇經歷過咩人生重創，只係日日被一啲微不足道、自以為嘅唔順，慢慢拖垮咗自己。例如咁，收工搭港鐵，當然係人流高峰時間，所以車站超多人，車廂超擠迫悶熱。一般人嘅思維只會停留喺當下感受。今日返工好攰，車廂太逼，返到屋企好好食個飯，再煲套劇或者打下機，咁樣就調整好啲情緒。但養成抑鬱習慣嘅人，大腦會自動會再諗，日日都要重複咁樣嘅生活，營營役役，又冇前途，都唔知為咩，我真係好失敗咯。同一件小事，普通人只會感受當下嘅勞累，過咗就算。但養成抑鬱習慣嘅人，會自動將小事放大，牽連到自己嘅人生，覺得前路無望。好多人以為呢個係諗太多，其實只係大腦長期訓練出嚟嘅條件反射作用。可能你會問，壓力大、失望嘅時候，邊個唔會咁諗呢？點解淨係我會長期內耗？其實分別好簡單，大部分人遇到唔開心，只係一時情緒，過咗就散，唔會次次捉住個負面諗法不斷碌。但養成抑鬱習慣嘅人，細個唔識調節情緒，每次遇到壓力、
失落、挫敗，都會自動走同一條負面思維路線。出事就怪自己，有不足就放大，未發生就先驚，見人哋好就自卑，次次遇到問題都咁諗，日日重複，年年累積。本來只係一時嘅心情唔好，慢慢就練成固定思考習慣，最後就變成遇事就先自動放負，習慣自我消耗。我哋就誤以為呢個係自己天生嘅性格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擺脫唔到情緒低落嘅真相。大家誤以為自己天生悲觀，其實只係長期自我訓練，令悲觀變成咗最熟練嘅思考方式。熟練到唔使刻意諗，遇到對應嘅場景就自動彈出嚟，自然到好似呼吸同行路咁。我整理咗書中提出過4種好多人都會有嘅情緒壞習慣。呢個係最普遍嘅一種思維壞習慣。就算你做好咗100件事，但只要有幾件有少少問題，做得唔夠完美，就即刻放大問題，責怪自己。返工圓滿完成所有嘢，上司冇讚就覺得理所當然。一旦有少少甩碌，就即刻內疚自責，心入面不斷否定自己，係我能力唔夠，我太唔爭氣，又衰咗，實俾老細丙啦。好多人察覺唔到自己每日最多嘅內心獨白就係不斷咁貶低自己。普通人係靠一次又一次嘅正面體驗建立自信，而呢類人嘅大腦只會專門收集自己嘅不足同失誤，日積月累落嚟，只會越嚟越冇朝氣，長期陷入無聲嘅內耗入面。好多人唔開心，唔係因為當下生活難捱，而係大腦養成咗凡事自動推演最壞結果嘅習慣。未發生就自己嚇自己會衰，有變數嘅選擇就先諗，一定會揀錯。明明有成功機會，一開始就預設會失敗。呢個並唔係天生悲觀，只係長期自我提示、自我訓練出嚟嘅思維慣性。書入面講得好啱，人之所以活得咁攰，唔係生活得太辛苦，而係日日活喺對未來嘅恐懼同負面結局嘅預設入面。明明當下安穩冇危機，但個腦就不斷模擬失敗、被取代、被嫌棄嘅畫面，長期處於戒備狀態，自然日日心情低落。呢種習慣最唔容易察覺，傷害亦都最深。好多人細個就被教導，喊係冇用嘅，表現脆弱係會俾人恰，傾訴負面情緒係弱者表現。久而久之，就養成咗本能感，唔開心就收埋，有委屈就自己吞，再攰都死頂，再難過都逼自己振作。如果將呢種死頂悟當成堅強成熟，其實只係不斷積壓情緒。負面情緒係唔會自己走嘅，只會收埋落潛意識入面。越係壓抑，越係麻木，慢慢就會對生活提唔起勁。表面睇落好似係冇咩事，實際累積嘅精神壓力早就已經超出負荷。而家網絡資訊發達，生活節奏又快，同人比較呢件事簡直係無處不在。好多人從來都係唔為自己而活，淨係睇住身邊人、網絡陌生人嘅人生進度嚟定義自己嘅價值。朋友升職加薪就焦慮，人哋去旅行放鬆就自己空虛，旁人生活安穩就自卑。佢哋將人生變成一場無止境嘅比較，就算贏咗都只係開心一陣，好快又會見到更叻、更勁嘅人。一旦比輸，就會陷入長期自我懷疑。長期鍾意同人比較嘅人，永遠都冇辦法滿足自己嘅現狀。呢4種情緒壞習慣，任何一樣已經足夠折磨人。如果夾埋一齊，就係普通人長期俾負能量包圍、情緒低落嘅真正原因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一定有呢個疑惑。我有想過辦法調整情緒，好似做運動、睇書、聽下講座，但係點解始終都擺脫唔到低落嘅情緒呢？作者指出，絕大部分人嘅所謂自救方法都只係治標不治本。情緒崩潰嘅時候，去食好嘢、去旅行、睇戲、放空、休息，呢啲都只係短暫轉移注意力，根本冇改變大腦根深蒂固嘅負面思維。
短暫嘅舒適放鬆過後，一返到日常，舊有嘅思維習慣即刻重啟，依舊會自我否定、負面推演、壓抑情緒、同人比較，所以先會陷入無限死循環。頂唔順就去放鬆，短暫好轉，回歸日常又好快崩潰。真正要改嘅係每日重複無數次嘅內在負面思維自動模式。簡單咁講，好似你長期用錯姿勢，搞到肌肉酸痛，就算你日日搽藥油、按摩、休息，但錯嘅姿勢一路唔改，酸痛係永遠唔會徹底好返。情緒內耗都係同一個道理，日日自我否定、亂諗、折磨自己，就算不斷做短暫嘅放鬆自救，都只係事後補救。錯嘅思維習慣唔改，少少事都會影響心情，情緒自然永遠穩定唔落嚟。不過書入面都帶出呢個重要信息，千祈唔好再覺得自己係天生鍾意放負、天生懦弱，唔配擁有快樂。其實你長年嘅低落同疲累，只係長期錯誤訓練思維出嚟嘅結果。而習慣最公平嘅一點就係，既然負面嘅壞習慣可以慢慢練成，咁同樣正向嘅好習慣一樣可以透過刻意練習嚟建立。大腦有好強嘅可塑性，無論係思維、情緒反應，甚至係你以為嘅性格，只要你有心同堅持，全部都有得改。我哋可以對比一下，從前嘅舊思維模式係遇壓力就放負，有少少錯就自責，遇未知就恐懼。呢個係運行咗幾十年嘅舊大腦思維程式，而我哋而家要做嘅就係要慢慢轉換佢。我哋好多時都相信自己主觀感覺大於客觀嘅事實，但其實大家要分清楚一件事，你覺得難過唔代表事實就係咁，只係你個大腦習慣咗專諗負面嘢。我舉個簡單例子，好似你覆 WhatsApp 覆得慢少少，朋友冇即時回你，普通人頂多諗一句佢忙緊啩，轉頭就唔記得。習慣放負嘅人，大腦會自動彈出負面諗法。佢唔想睬我，我覆得佢慢，佢嬲咗我。明明只係一件完全冇實質影響嘅小事，但你會即刻信晒呢種難過、自責嘅感覺，當成係事實嘅全部。實際上，呢個係你過去幾年或者幾十年日日都諗負面嘢，令大腦練出咗自動模式，唔係真嘅。所以最緊要學識分清楚，當刻嗰份難過、自卑、失落，只係舊嘅壞習慣搞出嚟，唔係真實狀況。單單識得呢一點，已經可以大大舒緩你嘅自責同內耗。我哋嘅低落唔係突然出現，係每日一次又一次細微嘅負面諗法，日積月累咁堆積出嚟。每當你覺得自己唔夠好，覺得事情冇希望，默默否定自己，其實就係幫消極習慣再訓練一次，令呢套思維越練越熟，越難擺脫。呢一步唔需要你強行立即變積極，最緊要係及時停手。當察覺自己開始轉牛角尖，貶低自己，就即刻叫停，唔再加深，唔再複製，唔再繼續延伸呢種負面諗法，停止每日呢啲自我消耗，舊嘅壞習慣先會慢慢行得冇咁順，慢慢失效。呢個先係治本嘅調整方法。講完原理，分享兩個零門檻嘅實用方法，專門幫我哋叫停大腦嘅負面循環，慢慢糾正幾十年嘅思維壞習慣。第一個就係身體部位掃描法。每當你個心向下沉，焦慮湧緊上嚟，心情突然變差嘅時候，即刻合埋對眼，強行抽離當下嗰啲煩心嘅事，唔好再諗前因後果，將所有專注力擺喺自己身體上面。感受下呢份焦慮同低落，究竟出現喺身體邊個位置？係胃部繃緊，定係手心冒汗、肩頸僵硬呢？當你專注感受身體變化嘅時候，大腦能量會自動轉移，原本用嚟亂諗、放大問題、製造負面情緒嘅精力，全部會被拉去處理身體感官嘅反應。唔使刻意去對抗情緒嘅起伏，唔使逼自己開心，淨係呢個簡單動作就可以即時截停內耗。日日練習，慢慢就會幫過度敏感、時刻戒備嘅情緒系統降溫。
第二個就係3秒鐘情緒儲存技術。長期習慣放負嘅人，大腦會自動過濾晒身邊所有好事，淨係捕捉同記住負面嘅細節。所以作者先話，我哋唔需要強求自己一下子變開心、變積極，反而可以從細微處入手，每日主動捕捉身邊嗰啲可能得幾秒、好微弱、平時會直接忽略嘅舒服瞬間，之後即刻記低，擺入心入面，儲起佢。好似大熱天時飲啖凍檸茶，嗰一刻覺得好爽；又或者返工搭車剛好有位坐，呢啲可微不足道嘅瞬間，大部分人直接忽略，但你要即刻捕捉佢，感受到呢幾秒嘅開心，就係心入面同自己講一句：我依家覺得好正。呢個簡單小動作，目的就係打破大腦嘅負面慣性，強迫佢接收平時會忽略嘅正向感覺，慢慢修復返正常嘅情緒感知能力。日日堅持練呢兩個方法，舊嘅抑鬱思維會越來越生疏，大腦會慢慢適應平靜舒服嘅狀態，情緒先至可以真正穩定落嚟，擺脫反反复复嘅內耗。其實大部分人長期沮喪、情緒低落，唔係命運問題，亦都唔係天生嘅性格，只係從來冇人教過你，思維同情緒係需要調節、需要訓練，所以唔使再標籤自己係敏感、消極。你只係以前對自己太苛刻，養成咗自我消耗嘅思維習慣，但所有習慣都有得改，慢慢停晒負面諗法，調整心態，你就會發覺現實生活其實唔差，只係從前嘅自己諗得太灰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跳出內耗，戒咗多年嘅負面思維模式，真正活得輕鬆、自在、正向。最後要補一句，今日分享嘅所有方法只適合日常輕度情緒低落、心累空虛嘅狀態。如果大家發現自己情緒持續變差，嚴重影響睡眠同生活，甚至有消極厭世嘅念頭，千祈唔好硬撐，亦都唔好單靠自我調整。呢個時候一定要盡快揾專業人士協助。呢本《你的憂鬱是一種習慣》好值得大家慢慢細讀，對照自身。呢條片如果可以解開你長期嘅心結，不妨留個 like 同收藏，日後情緒波動時可以攞出嚟重溫。亦都希望大家 share 俾朋友，可能可以幫佢哋一把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住 like 同 share，同埋訂閱拿鐵閱讀室。你嘅支持就係室長繼續分享書本知識嘅最大動力。下集見，拜拜。